你家所收听的是波多连播网波多来轰派节目，大家好，我是董阿玲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文小弟，小弟，小弟哥啊！这里吼，说真的，今天我们听到你的歌曲咧，大家拢就欢喜的。安那讲，你讲，大家都殷殷期盼你一年一度，好，拢会推出一张唱片，对不？从我那个男人情女人心，我看起码是哦。这段就真正足正常，每一年同这拢啊个一张专辑。但是哦，你这样也无用，尤其是这一两年，你大部分的时间拢是伫咧对话，一半一半啦，一半，因为这边家嘛是有时那出片嘛登来啊，还是要上一些通告，然后这边还是有很多活动，我带。那迄边啊，因为我即摆伫遐一年拢才会办一场两场演唱会啊，是演唱会工作较侪啦，所以会伫遐时间是就是即摆伫遐嘛，足侪咱台湾的朋友嘛，拢伫迄边啊。对啊，有的人吼，即摆若是去对话去中国，甚至讲会伫遐，比如讲租厝啦，讲买一间厝，你有伫遐有一个自己的巢吗？我遐哈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伊有一间新厝哈。那个因为啊，我很幸运，我去遐捌足侪朋友认识了，甚至有朋友真的是买房子要送我。哦，真的？我当时你税，你讲买厝要送哦，你要甲我包起。我真正这是事实的。然后伊用我有一个朋友，伊有一间新厝啊，装好拢无人住过。是。啊，这我若过伫遐时，较早是拢去拢住酒店嘛，现在像安尼嘛麻烦啊，所以。一个朋友厝，我住伫迄个泉州，也泉州地区是啊。你讲自己讲淡薄自产呢，除非讲你就是有想要投资伫遐趁钱啦。啊，无实在，我感觉大是台湾大是上习惯的，是当然啦嘿。你真正我袂骗，你全世界跑袂骗啊，人不清土清啦吼。咱台湾人迄种亲哦。迄种人甲人的相处，咱阁有文化，阁客气，是，啊，阁爱亲戚朋友若来用那种，所以我若尤其像我们稍微有一点公众人物呢，有一点知名度，那去到全省哪里都很多很方便的地方，是，所以我较专心去打。那么足好佚佗嘛，足好耍个，是，所以我感觉大项，未来我无打算讲住伫对方，嘛是一定会等到住伫台湾。是这段时间哦，你安尼无用啊，甲这吼，我是感觉因甲咱的台语歌坛吼，给创造一个市场啦。我讲的，迄吼，伫因那下张权遐人讲的拢甲咱共款，拢讲种别人语就对啦。因那较侪背后，因拢袂晓。毋捌记啊，所以阿公阿嬷袂晓讲迄个国语，哎呦，啊，所以连吵某人拢袂使吵高兴诶。安尼哦，这甲早期的台湾有了小共哦。是啊，啊你毋是袂使啦，是讲带来的嘛，你若带着山丹，要安甲阿公阿嬷我都沟通啊。对啦，生活习惯嘛无共款啊，所以就是吵某某才去带个啦。安尼，但是咱吵的我感觉那安尼啦，奇怪。而且吼，这个小弟哥咧，这个当然啦，再度登来台湾嘛是吼，这个推出上新的专辑叫做《拍拼》，这张专辑前后差不多就准备偌久的时间呢？这个专辑其实这个专辑是我策划来的，同紧的。其实因为我较早我的专辑是我家己制作嘛，是。然后我也是那个登来问豪记啊，加入豪记团队啊，所以很多豪记现在很多创作人，然后很多制作人嘛，是。所以别人歌经好时，其实伊歌传互我哈，甲进录音室录音吼，啊甲录甲好，我拍 NTV 拍甲好。无到半个月时间，我就拢甲完成。是，因歌体了，我才一礼拜就听啊来，就进录音室。录音室我即摆咧录歌是，因为咱即摆录歌吼，尤其现在的仪器，其实我是无啥爱用机械伫遐调安尼。但是差不多拢录一段歌啊，就差了，足紧的2-3天就这10首歌就录好啊。是。所以即摆有迄个男女对唱的，拢个录半首呢。对。所以这次的专辑。这总算很快，不过我这次专辑像这个拍拼这首歌是去年我就已经给收，就已经跟许清老师就跟他买起来的，对啊，这已经收录，为了咱这条歌可能你讲这个专辑做主打歌，不过我这个专辑来底下有首歌是阿母哈，我那个时候录好的时候蛮纠结的，2首歌里要跟对了做主拍歌，为什么你对阿母这首歌嘛情有独钟的纠结？我差不多。
伫6年前哦，我出来的无那人生啊，人生现在在有首歌是欧卡桑啊，也是我很喜欢的那首歌。那首歌是为我老母量身定做，就是我妈妈得了肝癌，快过世的时候，是，然后就录好了，就帮他有一些画面，我们两个一起拍 MTV。从那个时候我就不敢去碰触到母亲的歌，有关的阿母有关我拢唔敢去碰触。大概想着大概就好，大概的，因为我刚刚有一点不是有一点，就真的有一些是蛮愧疚，对不起我妈妈，因为我迄10年我无爱讲我10年咧做生意啦吼，无陪伴伊，无是无陪伴伊，我了足济钱嘛，我厝去用查封去，佮讲妈妈借土地贷款，伊嘛咧烦恼讲啊，你收押金无，你是有当想会得过，我妈妈就听我，是啊，所以。一直都不敢去碰这类型的歌曲，然后好不容易这几年哦，我可能是较行出来较大汉了，人也较侪岁啊，就比较释怀。这沙板大家拢会拄的，是我先拄的。歌曲，不过现在还是有一些遗憾的，讲好不容易咱就可能会较好过啊，母阿母无伫，我都可以来照顾啊。是，但是讲这类歌吼。伊讲是本地以前嘛是有老师写这类歌，我是拢无连看的都，其实连听都没有听。但这首啊，这首阿母，我讲好像是为我量身定做，我就刚才这首歌来的歌，以旋律啊，它的旋律是很新的，不像一般以前那种闽南语来一歌遐啊，前阵一下这首歌，我感觉，整个迄个曲风啊。爱数我感觉真像我迄阵少年毋捌代志的心情。所以我阿母我烦恼，后边人阿母啊阿母啊，想要回去你的身边，做你的乖囝。阿母啊阿母啊，我的心永远。拢伫你家，我是一个，我感觉伊旋律啥呢？我在练这首歌的时候，其实都在练时，还是受不了，一直哭了好久。尾也是在录音时，我勉强甲调好势时咯。这首歌我真正我感觉是这内底我切了同好这首歌，所以。会当讲，因是我家己内心的心内的世界啊，所以足简单都表现出来啊，所以会听起来会比较感人。是啊，所以头家会讲，好啊，你睇歌，这条歌安尼我是要安怎定啦？吼，都一条歌，这当来做大歌啦。其实，在现在的这卖经济哦，其实用那个拍片来做这专辑的主题哦，对这卖大个社会啊，个对咱家所有的。可能会较适当啦。阿母，大家人当然是大家人拢爱阿母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爱心情，所以那比较分那个区域性。所以两首歌其实虽然是完全是不同的类型啊，不是个 style， 所以其实两首歌有啦，即摆阿母搭配那我们3立那个戏说台湾的片尾曲，然后拍片的其中我们中式那个。迄个妈祖的片尾曲，对，所以大家后面听好嘛，因为起码你讲叫你去买 CD， 我嘛怪怪因，很多人家里都没有弄 play 的，弄用地啦，什么因为不会机来啊。但是我希望咱家好朋若介小弟的歌，比如你厝卡拉 OK 唱歌，还是讲你去卡拉 OK，因为去唱歌，阮家他们这么公司，咱台湾这么最好就是讲。有版权的制度，对，还有安尼像公司会当收一寡版权来补助，无你讲唱片公司敢若一直制作，个爱开钱广告，拢无人来买，安尼是上万袂堪的。是，所以希望咱遮好朋友会当吼，就是讲出来啦，讲我要听演小弟迄个拍拼，你叫人来甲你讲讲。是，共款意思，公司是收人钱啊。无毋对啊，嘛是吼，这支持正版的嘛是正好的吼，这个嘛。每一个人啦，为什么爱听这袁小迪大哥的歌声？因为歌声当中的感情吼，是别人的吼3倍到4倍。讲正是咧吼，迄个嘛是这内心世界当中永远都抱有一颗赤子之心，对音乐的热情。你看到袁小迪大哥，我咧甲伊讲，这音乐的时阵，你目睭过拢光起来吼。这
就是一个歌手哈最真实的表现。当然啦，这么专业的歌声呢，永远哈都是我们台湾歌坛里面最经典的经典。马上都欢喜小迪大哥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，这是咱的鸿门哈。啊，今日上路尾就来听继续好听的歌曲。今晚来介绍这首阿母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请你原谅囝儿的不孝，阮当初少年的时遐尼袂晓想，今日黑暗江湖路，造成今日的不幸，不知阿母你敢会原谅我？看着阿母。目屎流，我的心肝强要哭，偷偷看阮阿母年老的背影，用心计较，为阮受尽折磨。身边做你的乖囝，阿母啊，阿母啊，我的心永远拢伫你这。请你原谅囝儿的不孝，阮当初少年的时遐尼袂晓想，今日黑暗江湖路，造成今日的不幸，不知阿母你敢会原谅我？看着阿母。我目屎流，我的心肝强要哭，偷偷看阮阿母年老的背影，用心计较，为阮受尽折磨。阿母。身边做你的乖囝，阿母啊，阿母啊，我的心永远拢伫你这。身边做你的乖囝。